呢一個唔知有冇同學啦記得呢一個 VIX 係咩呢？恐慌指數。OK， 咁其實咧呢個 VIX 恐慌指數呢，或者我熄咗佢先，同大家直接睇咗 VIX 恐慌指數先。OK， 好，咁啊大概見到係你當佢接近23點附近啦。我頭先揾咗個位出嚟嘅，係啊。嗱，你 around 21呢個位置左右啦，其實就偏高嘅水平，你當佢 over 咗20呢，就已經係偏高嘅水平。大家我冇諗你哋都冇留意過㗎啦，即係你呢一個呢，你哋平時都比較少睇恐慌指數呢，其實喺呢一段期間呢 OK 不停咁升緊上嚟嘅。咁到底點解會咁樣呢？delete 咗啲嘢先。到底點解會咁樣呢？其實最主要就係呢一個呢，就係我今日最想講嘅一樣嘢，就係因為市場嘅不穩定性啦，對貿易戰嘅不穩定性。飲啖水先不過。市場嘅不穩定性令到市場呢出現混亂嘅狀況，所以呢引致到市場係會有恐慌，啲人擔心緊未來啊，因為你人點解會恐懼呢 ？OK， 因為對嗰一樣嘢唔了解啊嘛。即係以前上我堂嘅都知道，我同你哋講過話，槓桿一啲都唔使驚，但係必須要了解咗佢之後，你先會唔驚槓桿。即係以前呢，我教炒幣嘅時候呢，同大家講過，槓桿其實係倉位啊、止盈止損啊、槓桿呢一啲嘅範圍入邊啦，係最唔重要嘅一樣嘢。咁我相信上過牛丸系統堂嘅同學仔都會好清楚，就係點解我同大家講過槓桿係最唔需要驚嘅一樣嘢，因為槓桿係可以你自己調節噶嘛。OK， 咁其實想帶出啲咩呢？就係話你唔了解一樣嘢嘅時候，個恐懼先會存在噶嘛。你了解已經預知晒嚟緊嘅所有結果嘅時候，你唔係恐懼㗎啦，你係做緊一啲準備功夫。如果最差嘅情況發生咗，你要做啲咩呢？ OK， 嗰時嘅情緒已經唔係恐懼。咁而家個市場 VIX 恐慌指數升到咁高，去到24、25嘅時候，26都去到嘅時候呢，代表咗啲咩？大部分嘅人睇唔清未來個經濟發展，特朗普嘅貿易戰到底係對個市場有啲咩影響？就係因為喺一個高度不確定性嘅情況底下，會引發咗市場恐慌。OK， 呢個係第一樣嘢。第二樣嘢，我就加埋呢一個 VIX 恐慌指數同大家一齊睇啦。OK， 咁大家可以睇一睇就係當個市場啦，咁我縮一縮窄。嗱，你會留意到咧，其實我哋係上面同下邊嗰個時間咧係一致嘅。嗱，上次咧突然之間炸到好犀利嘅恐慌指數就喺12月18號啊嘛。OK， 咁你會見到上面由12月18號嘅時候咧，首先個市況係插咗先嘅。OK， 點解會插咗先啊？因為個市場我唔記得咗12月18係咩事㗎啦。咁唔好問翻我啦，我個人冇乜記性嘅啫。但係我會知道話都俾大家知，凡親 VIX 恐慌指數突然之間暴升嘅時候咧，通常第一日市場都係插嘅 ，OK， 然之後市場調整好個情緒啦，知道發生咩事啦，知道點樣去應對嘅時候呢，就會將啲資產，因為市場出現風險，先會令到人哋會認為有恐慌嘛，就會將啲風險資產，即係譬如股票啊，其他嘅風險資產咧，擺去一啲叫做避險資產，即係黃金啊、比特幣呢啲市場。咁但係依家比特幣係咪市場令到佢信心大減先 ？OK， 安全性唔夠，所以信心大減，所以唔會揀比特幣。另外美金我亦都講咗啦，因為佢係置身於貿易戰嘅核心人物嚟嘅。核心嘅一個工具嚟嘅，所以美金亦都存在一個好大嘅不確定性，所以美金呢一個避險工具市場都唔會選擇啦。咁剩低嘅係咩呢？就係黃金啦。點解我話黃金呢係有機會衝上去3000蚊呢？ OK， 大家睇一睇12月18號呢一度黃金呢，大概最低啦，去到啦2583蚊。咁然之後佢淨係呢一個嘅恐慌指數呢，係幫佢升到去最高啊，升到最高2900。OK， 你唔好當佢由真係2500升到2900先啦，你當佢升100點啊。咁我哋而家2900升上去3000，有幾難呢？再睇多少少嘅數據，
再睇多少少嘅數據。嗱，我都未睇啊，但係同大家望一望咯，即係我哋會望到就係呢啲咁我縮一縮幅圖啊。咁我唔知你哋 YouTube 嗰度咧會唔會幅圖咧就嗰個比例又差啲。嗱，咁我哋睇一睇，呢一次嘅恐慌指數係2024年8月5號，我又係唔記得咗咩事㗎啦。但係黃金你見佢跌咗一排之後，boom boom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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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係咁升，由幾多升到幾多啊？2300升到去2700。OK， 嗱，雖然我哋睇翻最近嘅 VIX 恐慌指數，雖然唔係一支大陽燭衝上嚟，咁但係大家會認為佢呢一個恐慌指數會繼續升定跌呢？咁梗係繼續升啦。點解啊？因為最緊要就係特朗普佢所有嘅政策都係好即興嘅，佢可以開完呢一個政策之後呢，又同你講話取消嘅，咁所以就會令到呢大家對個市場呢嗰個不穩定性高咗，咁亦都係加上啦，而家個美金大家會見到跌咗咁多 ，OK， 咁即係我頭先講咗嘅內容有啲咩呢？美金跌係因為美國嘅經濟數據全部都顯示美元嗰個經濟係差嘅 ，OK， 利空晒個美元，即係簡單啲嚟講係美國嘅經濟都差啦，美金低位啦 ，OK， 然之後市場對於貿易戰嘅不確定性啦 ，OK， 引致到市場有恐慌嘅情緒 ，OK， 咁另外本身美金同埋比特幣嘅避險作用，亦都係比最近嘅黑客事件減除咗比特幣嘅避險作用啦。咁美金咧，亦都係因為佢置身於呢一個貿易戰之中咧，所以亦都咧係有個不確定性，亦都減少咗佢個避險嗰個功能啊。所以剩翻嘅主角得翻邊個？就係黃金咯。所以點解我話呢一波黃金係有機會係可以升穿翻去3000蚊咧 ？OK。所以呢一個就係我對黃金長線嗰個分析啦。OK， 咁大家相信都非常之清晰啊！我頭先講得，咁而家就同大家睇一睇短線黃金嗰個嘅圖表有啲咩好睇啦。OK， 咁大家記住啊，今日我講嘅黃金咧嚟緊呢一波咧會衝上去3000蚊。OK， 咁好多人會問部唔部署好咧？你有睇開我啲 live 嘅話 ，OK。喺啲通道底你部署晒㗎啦。如果你仲有貨未走嘅時候，因為咧今日個底位即係唔好話我成日都咁沉氣啦。今日個底位喺邊啊 ？OK， 底位喺296，我條通道底就係294。你喺呢啲位置附近度做多嘅時候咧，慢慢咁樣衝上去咧，擺到去3000我都覺得 OK。因為你唔係喺中間即係唔 set 止損啊嘛，你個止損係不停推高啊嘛。OK， 同埋大家會見到呢度插落嚟。反彈嘅時候咧，你會見到淨係呢一兩支嘅陰陽燭啊，呢支同埋呢一度，其實係做緊個 V 型反彈。點解市場會有 V 型反彈呢樣嘢出現先 ？OK， 就係大家都認為佢嗰啲叫咩啊？oversell 啊，超賣啊。OK， 先會係反彈得咁急速噶嘛。因為之前我一直都同大家講過，市場好奇怪。點解奇怪啊？就係因為所有嘅數據都係利空咗美元，利好黃金，但係黃金唔升係咁插喎。OK， 咁所以我話會有個追落後空間。市場係非常之古怪，係有機會係震倉。佢呢鋪震完倉之後，要唔要上呢？我認為上嘅機會已經嚟到啦。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下呢一波啊。OK， 咁啊，如果想知多啲嘅話呢。咁啊，可以喺個群組入邊問我 ，OK？ 咁今日咧個位置好簡單，今日嘅 day low 已經係我哋睇嘅底位啦。嚟緊咧上邊咧今日嘅收市價咧，飛龍會幫我哋決定今日個收市價會唔會高過2920蚊。2920蚊，如果飛龍係升穿咗2920蚊嘅時候咧，咁我哋上面嘅阻力位有啲咩咧 ？OK，2934嗱呢一個位咧。即係又係嬲嬲地嗰一日咧，星期三同大家講 ，OK， 我話我睇2934啦，上到去可以做空㗎啦，因為我記得好似係話上升嘅空間唔多，但係唔係上面嘅阻力係比較大，但係個趨勢係冇乜力上啊，因為佢呢一支大陽燭，但係成交唔高啊嘛，我判斷佢冇乜力上啊嘛。同大家講話啊，咁我喺群組再嗌咗話啊，2932其實可以 set 張空單喺度啊，真係頂你個肺！佢最後上到去2929.79，即係接近我哋嘅位置，但係中唔到。不過唔緊要，取消咗啦張單我。而家我睇翻佢上去啦 ，OK？ 咁啊2934就係佢第二個嘅阻力位，最終嘅阻力位咧2952升穿多次2952，直衝3000 ，OK？ 咁
暫時今日嘅分析就喺呢一度。咁如果大家想知多啲嘅話咧，嗱，今次要鼓勵你哋行動啦，喺下邊留言 like 同埋幫我 share 呢一樣嘢，夠50個人嘅話咧，我會開一堂專講就係黃金升上3000嘅策略。以前呢一堂你哋上過㗎啦，嗱，我需要大家俾啲實際嘅行動去支持下我，要過50個人留言啦，50個 like 啦，我就會開呢一堂啦。OK， 咁應該會係 Zoom 嘅。OK， 咁真㗎，你哋夠嘅話，我先開始做嘢。你哋唔夠咯，我做完擺喺度嘅啫。OK， 咁大家如果想知道今次我升上3000蚊嘅部署嘅話咧，記住 CLSS 啊，係咪啊？今日學嘅話咩comment 跟住留言 share 同埋 subscribe 啊嘛。OK， 好，咁今日到呢一度先 ，thank you 晒。